是加要分而要契啦。喂，那講日貧富應不應談？呢一個日不得事，第二日係樣講是家啲。對於隆重日節是加些時間你都係春到嘅時間，嚇。時間你春到嘅時間是個用何就到上帝合意嚟行，上帝唔係自己行到唔好嘅路，上帝係自己行到好嘅路。但係呢啲而家春到嘅時間，雖然自己唔知道幾多，但係上帝知，所以自己所有行動，所有講出嚟話，所有自己做嘅，係要上帝歡喜嚟。啊，係咪嘅上帝最歡喜最合意呢？約翰福音6:47按樣講是家啲，呢一出係上帝嘅合意，為了隆重人行到耶穌嘅名，唔會得到滅亡，但係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嗱，所以這樣自己係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自己唔會得到滅亡，呢一出係上帝合意嘅。嗱，所以自己謙卑，信任佢，自己得到嘅最好嘅恩典。阿們。